請各位記得俾 like、share 同埋訂閱，係免費㗎，只要撳埋個鐘仔，有新片嘅時候就會第一時間收到通知。睇吳浩寫嘅《老香港歲月流情》，其中一篇《看戲風情》咧就提到，原來以前只有上演大戲嘅咧先叫做戲院，而放映電影嘅咧就叫做影畫院。唔怪得細個時候聽啲大人講去睇電影，佢哋就話去睇影畫戲啦。講起睇戲就諗起好多都市傳說，其中最出名嘅梗係位於灣仔嘅東城戲院鬧鬼傳說啦。身在此山044東城戲院鬧鬼傳說。東城戲院位於灣仔駱克道同分域街交界，即係而家嘅東城大廈。當年由何東家族所經營，60年代花咗成千萬港元裝修設計，相當捨得花錢，所以嗰陣算係幾高級嘅戲院。有一年農曆年初二，碧如約埋同學去東城睇柯德莉夏萍主演嘅《奇謀妙計女福星》。套戲好緊張，有幕戲碧如緊張到尖叫出嚟。後來啲同學話唔係俾套戲嚇親，而係俾佢嘅尖叫聲嚇死。去東城睇戲，啲女仔一入場即刻去廁所，絕對唔會喺放映途中去。一來唔想睇漏咗啲情節，更重要嘅係怕撞鬼。原來當時口耳相傳，東城屢次鬧鬼。啲人講到繪影繪聲，話有人入去照鏡嘅時候，見到背後有個着住白衫嘅長髮女子，擰翻轉頭，竟然只係見到女子嘅上半身，下邊係冇腳嘅。嗰個人嚇到衝出女廁，拉開紅布簾，點知拉開一層又一層，始終翻唔到出去。點解東城鬧鬼傳說特別盛嘅呢？其實係因為佢嘅前身係一間殯儀館，據說女廁嘅位置就係停屍間，所以會有咁多鬼故出現。碧如雖然唔多信呢啲鬼話，但係就算有伴，每次去戲院廁所要揭開紅布簾嗰下，始終心裏發毛。另外一出好戲叫做《愛的世界》，講兩個失去媽媽嘅細路仔。其中一幕講細佬唔小心撳錯掣，洗咗媽媽生前最後嘅錄音，睇住兩兄弟好絕望咁四圍去求助，希望可以恢復翻媽媽把聲。嗰種淒涼法搞到碧如泣不成聲。結果離開戲院翻屋企途中喺電車上遇到同學，佢見碧如喊到眼都腫埋，以為佢喺東城發生咗啲咩慘事添。東城雖然放映唔少好戲，但係唔知係咪受鬧鬼傳聞影響，只係短短10年就結業啦。謠言真係可怕。